100年的梅仔园，这个梅仔花灯咧大开，袂输是咧落雪同款，真水哦。台南蓝梅岭这几天暗时山区降温，伫中国海拔的梅花，尤其是大乌桶的福来100年梅园开真侪梅花。这一棵品种叫做阿崩镜，它是属于梅岭的第一批老梅，它的特色就是它的梅树呢长得很高大，雄伟，壮观。即马树枝嘛有真侪伫要开花花园，今年花况嘛是这几年以来上好的，高算花期会开到2月初。往年拢差不多伫迄个元旦前后的盛开，今年大概到现在已经快元月中旬了，才盛开，但是来到正是时候啦，目前伫梅园古道、大乌桶等等的所在，拢已经有梅花开花。若想要看梅花，民众一定要把握时间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